继续带大家来关心马太安溪放山湖，到25透早为止，监测到的蓄水量已经存12%。针对意外发生进前，灾区敢有收到警报和广播的通知？这边有的讲有，但是有的是讲无哦。检方已经分案要调查对监测到疏开敢有人为的疏失。工作人员对会议顶观察放山湖现主时的情形。根据行业7分数的资料，25早起水位1026公尺，水位已经降113公尺，湖的面积16公顷，调水量1100万吨。一楼了，调水量只敢若剩12%。黄山部分是本来范围，红山是即卖范围。因为进前整个水位计，伫咧23放山湖一楼时阵已经无去。发电分数的赶紧装新的来监控。发电官官员讲，即马中央无提供资料，希望中央赶紧针对报题现主持情形，一个速度来引导，中心必然疏散范围，和地方知影安怎做。大艇里面还是有水的存在，那正确的数量必须依照林业署的一个公告的资料。目前可能多少的雨量可能会面临再度的一个溢流的状况。那目前的话，我们持续跟中央询问当中。河山落雨梅水冲入去厝内加大路顶，灾后的重建正辛苦。第二发生之前，当局对警示的简讯放送是毋是有确实的传达？民众是毋是有收到通知？两边讲法无同。手机的简讯有啦，消防队有讲，可是我们这边听不到。听不到？没有听到。那个手机简讯也没收到。有，没有收到，叫我们撤退。还没溢流的时候就已经广播了，已经广播超将近1个多小时了。等到我们准备的时候，那个水已经从车站已经在冲下来，已经在过来，已经在慢慢过来。等到我们走不用5分钟就淹起来。简讯你出来，最主要是怎么？年轻人是跑得很快啊，可是你是老人家呢。进前失踪尾第2时找到的6岁查某囡仔小姨，厝内2个亲人不幸死亡。伊阿姨讲，因无收到特地的通知。头土街那边就是因为都没有测准，所以才会那么多人罹难。有灾民指控讲无收到特地的通知，也无简讯警告。社群顶也有人讲，家己是罹难者家属，准备要成立自救会。伫即马检方也分案调查自监测到特离，每一个部分是毋是有涉及人为的疏失？记者综合报道。